昨天早上，我在我儿子的房间发现了这把枪。我对嘉豪这个角色的第一印象就是，我觉得他很酷，又有超龄的成熟，但是他在马老师面前，他还是有他小朋友的那一面。我饰演的是马国航。他们还想怎么样？原本光明似锦的一个前途，突然变得妻离子散。大部分在整个戏里面的状况，我都是处于这种极度虚弱萎靡。彩佩这个妈妈是爱子心切到一种想要控制她的程度。你要去哪里？她其实很依赖儿子。他人在哪里？她必须要呈现她的焦虑跟不安，而那个东西没有那么好演啊。我觉得这是这个戏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。扮演这个张军健是一个侦探。哦，我觉得有点中二的那种感觉，哇，我的是在厉害。我想拍不到，呸，又不能呸，就是爱讲一些拉一些有的没的，但其实他是又很细心的去观察到所有细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洞甜心 Yuna 又来直播喽。只是在剧中里面演的是新敏，我们的设定他是一个家庭温暖比较不足的一个人，他只是希望很多人去关注他，很多人给他爱。相对的，新敏去做直播主也是同样的出发点。你相信他，还相信我？新敏这个角色给我的挑战很大，是他有很多很多的面向。饰演的吕义强，他是很有书卷气息的一个高级刑警，所以他的行为举止算是比较优雅型的，跟一般我们认识不一样。哎，后面那辆车好像在跟踪我。我这次饰演雪，她是属于个性比较开朗，跟我自己本身的个性其实是蛮像的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本身，我认为我是有点人格分裂的。是一个挑战，因为有点赤裸的感觉。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公共电视人生剧展。沉默之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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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沉默之枪。